今仔新竹市的动物园这个月有去甲绿福村借一只虎来展出，不过这是引起动保团体的抗议，认为新竹动物园因咧互动物活动的空间真需要检讨。就那亲像家一个人关伫一个房间内底，也拢无要改善，要求市府来重视。对动保团体提供的影片中，会当看到过去新竹动物园因为活动空间伤矮，动物在内面一直重复同款的路线。动保团体指出，这款环境根本无适合饲动物。想未到这个月，新竹市立动物园却甲绿福村借明加拉虎来园区展出，引起动保团体不满，到市府头前抗议。抗议新竹市立动物园！抗议新竹市立动物园！争娱乐假保育！争娱乐假保育！就像一个人把你关到一个小房间里面，然后呢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非常非常残酷的。希望团队可以定出短、中、长期的改善计划。反复忍受这种厌恶的刺激后表现出来的行为，那这样的一个剥夺会引发精神病、忧郁症、焦虑症跟情绪障碍跟创伤症候群。针对外界质疑动物园空间伤矮，动物园解释，目前已经完成包括增加设备、种树啊等等超过15项环境改善措施，因知影也无够。不过，有需要经费参时间，会继续请专业人员提出相关的规划。感谢动保团体所有的建言。那动物园以提升动物福祉为首要目标，接理性的倾听各方的建议，然后会逐步的检讨、修正与调整动物照养的作为。目前呢，已经完成超过15项的动物的环境的优化。相较于过去的场地，我们保留了适当的植被，提供老虎探索跟躲藏的空间，使老虎更自在、有安全感。动物园强调，自2012年开始，新竹动物园就利用交流来替代买卖，用这款方式来增加动物的数量，做到教育的目的。未来会继续改善环境，创造更加好的空间。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。